家在平安。这时咱来吟诗学乐，会当咱会当看咱头前的信息，咱会掀开咱的信息31首，头一首咱来看信息31首，预备听咱世间正人。这首诗歌是出自《约翰一书》第4章第8节，预备听咱世间正人。这首诗歌，伊的信息伊的分类内底，咱嘛会当看到，伊伫个倒手边下上边啊，咱有讲到创造主上帝荣耀，就是讲咱的信息内底有分，是定根伫本土，还是荣耀上帝，还是有其他咱的信仰的信仰的个别。所以信息，咱会当看咱的信息，伊内底有足侪内容，会当咱来思考。咱嘛会知影讲，因足用心的，伫个即个信息顶头，互咱真侪毋是干那歌曲尔。除了即个歌曲来荣耀上帝以外，内底因拢摕真侪用心伫个即个顶头。所以特别听咱世间正人，今日的题目是新天新地应允。所以咱嘛要知新天新地应允，嘛是上帝互咱的应允，就是因为伊拢是听咱世间正人。所以这首诗歌，咱要唱第1节甲第2节。咱来看317首，317首，317首，这首诗歌也是讲到上帝管理这个天地，甲还管理世界。但是伊将这个任务、责任交代人，互咱人类替伊来管理，但是占有来替伊来管理这个世界。所以这首诗歌，咱就爱。因为这首诗歌，咱爱知影讲，咱的本分就是管理世界，就是占有，所以迄个内底讲啊足清楚的，所以咱的诗歌实在是真水的诗歌。这首咱来唱第1节、第2节、第4节甲第5节。Oh
谢天地上帝吼，这首诗歌互咱知影，咱是上帝管理这个世界，伊嘛托咱来管理这个世界，所以咱着爱感恩，咱着爱学乐伊，因为唱诗遮尔好诶天地互咱。接着咱来看圣诗524首。这首诗歌伊的歌词是咱台湾的王征文伊所做的歌词，伊的曲是一个走字的古调，所以这个真特别，是咱本土咱本土的一个诗歌，真水的诗歌。伫遮嘛就是在讲着，因为主耶稣基督伊会当咱就是讲，咱来献诗，咱来爱一个回馈上帝使咱有伊的圣子，互咱伊来到这个世间，担当咱的罪过，所以咱嘛爱甲耶稣做阵来这个伊会当，咱嘛爱甲伊承担一部分。伊会讲，主基督，你会当办着担，因为你听他，做阮同人永远袂亚生，咱要只是一生内底行，对咱的同人永远袂亚，咱爱一生来面对伊。这首诗歌咱较无会唱过，所以咱这首诗歌爱唱较侪遍，咱全部拢4节拢来唱，咱会当慢慢来唱袂要紧。基督，你会当弯着担，来。
请大家备办心来敬拜上帝。全地拢着对上帝出欢喜的声，唱歌称赞伊名的荣光，用赞美的话显明伊的荣光。全地会敬拜你，吟诗称赞你，会吟诗学乐你的名。搁来吟圣诗31首，天父听咱世间众人，请起立吟全首。
永远徛伫当心来祈祷。至悬至大全能的父上帝，阮感谢你引带阮平安经过一礼拜，无论伫圣殿还是伫山顶，拢通来敬拜阿罗你。阮也感谢你保守台湾这个岛屿，伫水库记底的时，及时使阮教业雨水，互阮不地到欠水。阮愿意来继续学习交托的功课，万事感谢。主啊，万物拢是你想事，阮只是管理者。总是阮人类有需要，甘心直到污染，以后变迁，亲像圣经所启示，天灾地变，以后反常，国甲国战争。求你的圣神提醒阮，互阮存公义的心，凡事替人想，所做拢通荣光你的名。主啊，也求你怜悯阮的软弱，赦免阮的罪。伫生活中，阮常常自我最大，无照你的话语去行。你教示阮爱听厝边亲像家己，总是阮欠缺疼心，无替人想。无怜悯包容的心，有时有心要做，却无去做。阮拢带有原罪，阮是无完全。阮愿意搁一摆来到你面前认罪，求你用主耶稣的宝血来洗清阮的罪。主，你是阮的头，你是葡萄树，阮是枝。求你互阮随时甲你连结，阮彼此是肢体。求你的圣神催逼阮每一位会友彼此连结合一，生命定根伫你，互相包容，互人伫阮的心中看见耶稣的形象。今年是济南教会设教130周年，阮感谢你伫济南教会所做的工，恩典满满，侪侪拢是阮所想袂到的。阮爱珍惜你所赏赐阮的一切，来宣扬福音，荣光你的名。你无应允阮每一天好天，无论境遇好歹，你教示阮爱凡事感谢。生命有必芳，剩下少会入来，凡事拢有定期。你的意念超过阮的意念。最近会友也是亲友中间有死失的。求你安慰因，生命在伫你，阮的生命有限，互阮每一天活地，拢有对你来活水，活出生命的价值。拄到要到，无论是主期儿童营，还是主期的宴会，拢求你带领，有参加的服侍，拢得到造就甲成长。但阮要用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必行，就地里亲像在天里。阮的日子，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有你带阮入去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谢谢，请咱献开今版圣诗后面1119页，配英文65篇，就是启示录21章，咱三角来启用。我有看见新的天、新的地。我阁看见圣城，新的耶路撒冷对天顶上帝遐降落来。我阁听到有大个声对宝座发出讲：上帝要甲因做伙徛起。上帝要亲身甲因同在，做因的上帝。
无阁有死失，嘛无阁有哀伤、嚎叫、疼痛。后来坐伫宝座迄位讲：看，我将万年拢换新。伊甲我讲：完成啦！喙大的人，我要将活命水的水泉白白互因啉。我要做因的上帝。大家来吟圣诗317首，上帝管理天地甲海，听起立吟全首。请坐，咱三个来祈祷。主比疼痛的上帝，阮受拣选的正信徒，归类伫你面前，鞠躬敬拜。我要用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以及对天来的福分。恳求你即时用丰盛的稳定赏赐阮，用大光来照阮，用智慧真理来教示阮，互阮的性命既然伫你那永驻，会通同心合意来奋兴教会，结出圣神的果子，来荣耀你的名。我来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大家来共读圣经，有约以赛亚书65章17节到25节。上主讲，恁看，我要创造新的天、新的地，
过去的代志，人袂阁记得，袂阁怀念。恁着因为我伫创造的一切，永远欢喜快乐。为着我要创造的耶路撒冷充满欢喜，为着城内住民充满快乐。我因为耶路撒冷来欢喜，要因为我的子民来快乐。城内袂阁听见啼哭的声，嘛袂阁听见哀哭的声。伫遐袂阁有敢若活几若日的婴仔，嘛袂有岁数未满就死的老人，食100岁死去的人嘛想讲伊还少年，食无到100岁的人会想讲伊是受咒诅，因为起厝家己住伫内面，因为栽种葡萄园，让园内果子。因起厝袂互别人占去住，因栽种袂互别人抢去食。树活偌久，我的子民嘛会活遐久。我的选民会久长享受劳苦得来的成果。因的劳碌袂落空，因生的囝儿袂拄着灾难，因为因是上主赐福的人的子孙。因的后代嘛是安尼，因还会求叫，我就应允；因还得讲，我就应答。豺狼甲羊羔会做伙食，狮会亲像牛食草，大个食面，还佫是土粉。伫我圣山的逐所在，一定无有伤害，也无破坏。主安尼宣布，愿上主祝福听伊话，佮照伊话去行的人。下面要请阿萨斯班赞美耶稣真光。
要请陈永文牧师来讲道新天新地运。主内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早起真感谢萨斯班以耶稣真光这首真活泼充满荣耀的这个诗歌引带咱来敬拜上帝。亲像耶稣的真光要照光列国照光新的世界。咱今仔日经文读到以赛亚的第65章已经是最后算倒来第2章而且咱已经看见第3以赛亚先知真清楚点出上帝新世界迄个意象特别用新天新地来做一个水的一个图像，来讲起上帝的应允。咱读到今仔日经文，就知影伊甲顶礼拜，咱咧读65章的顶半章，咧讲起早前的患难，袂阁互人记哩，会对咱的目睭前消失。咧讲起耶和华是信实的上帝，这个信实咱知影原文就是阿免，阿免。耶和华就是迄个阿免的上帝，伊要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但是咱对64章、65章咧读的时阵，就知影，这个应允毋是一个普遍的恩典，无条件所有人拢会当经验上帝这个恩典。咱为63章、64章到顶礼拜经文，就知影。伫以色列群体内底有2群的人，一群的人咧追求耶和华，咱会当甲讲是追求者；另外一群是无要追求的人。所以伫遮咧讲的应允甲恩典，是特别为着遐个顶半章咧讲我的仆人上主的仆人即群人来准备的。这是一个信仰问题，咱会去面对的挑战。上主的应允甲恩典是为着遐个追求的人。这是第3以赛亚到后来真强烈的信息。但是今日经文搁较要紧的，伊要指出讲，过去的困难拢要过去，敢要有新的事要发生。这个新的事为43章就已经讲起，有新的事要来。但是到今仔日，咱才真清楚读到，这个新的事是完全无共款的。用咱今仔较爱用的话讲是另类，这个英语讲 alternative， 是一个另外选择的，毋是你普通思考的，是一个另外的可能性。请咱用这种的期待甲心情来了解今仔日的经文。咱来进入第1段17节到19节。第17节原文讲你看，恁看，但是头前其实有加一字因为恁看，所以咱若甲因为甲藏入来时，咱就知影恁看这段甲头前17节、16节甲17节拢有关系。咱会记得16节伫遐讲早前的代志要过去。到呾即节咧讲过去的代志，人袂阁记哩，袂阁怀念。然后伫17节到18节，咱三界拢读到“造”即字，咱的台语圣经翻做“创造”，连三界拢用“创造”。上帝要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这个造当然甲创世纪第1章。讲上帝起头创造这个世界，迄个造是共一字。但是主要咧讲的这个造，已经是一个新创造。咱今仔讲 new creation， 新的创造，还是讲 recreation 再创造。面对将末，迄个创造是一个新的创造。上主要创造一个较旧的世界。
啊是讲咱讲已经失败的世界，无共款的一个世界。不过一直咧讲新，即个新并毋是完全新的啊。咱伫以赛亚一直读，咱就知影，即个新足早就一直出现啊。第2章就已经讲到新，第4章、第9章、第11章，一路读落去，咱知影迄个新是一再出现的。先知一步一步甲咱推往迄个新的世界。特别这是伫甚物款的处境呢？特别就是以色列人对巴比伦受掠倒转来故乡，要重建因的世界的时阵，这个受掠倒来的以色列人，因活伫一种失望中间，因为受掠倒转来，望有一个新的开始，但是发现这个旧的世界还佫足侪问题，城墙倒伫遐，内底群体伫遐冤家等等。所以，先知用心，一再用心要提醒因，毋通活伫过去受掠迄种的经验内底。今仔日咱看见伊用迄个足开阔，敢若上帝定心咧起造世界，迄种的图像咧讲新的天、新的地，新的天、新的地是足快，超为天到地，拢规个拢包括在内。提出这个宣告了后，咱到18节接落去，伊也进一步讲：我为着我要创造的耶路撒冷，以及城内的居民。所以讲到新天新地，搁落去，伊将焦点倒转来到伊所爱这个城市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上帝伫世间上代表性的一个城市，伊上爱的城市。咱今日知影这是上顶，耶路撒冷会当上顶以色列人。对基督教来讲，咱嘛知影耶路撒冷会当上顶咱教会基督教会，啊是讲上帝子民的团体，而且用一个具体的城市要来表达迄个心。咱知影过去耶路撒冷是背叛的城，因为背叛，去用毁灭，去用外敌来消灭。啊，伫迄个过去中间，即个城内底有真侪有问题，包括遐领导者国王无胆、无信心，毋敢做决定，甚至祭司嘛侪有问题，无听上帝话。所以，这个旧的耶路撒冷，咱知影失败去。当前提讲，一切拢变做新的。伊讲新的耶路撒冷要充满欢喜，唱歌跳舞。过去遐失败，要变做纯洁专一的城。耶路撒冷，咱知影 Jerusalem， 这字原文是用 Jeru 甲 Shalom 合起来 ，Jeru 甲 Shalom 合起来。Shalom 咱一再咧讲 Shalom 就是上帝赏赐迄个上水的和平，迄个和平。Jeru 就是起造的意思，所以 Jerusalem 原文是 Jerusalem， 意思是讲是用和平起造的城，充满上帝恩光。和平的城，当这个城要搁定心起造起来，要成做Jerusalem，还是讲Jerusalem，和平的城。所以接落去19节开始到23节，诗人就用这个城市做中心，要描写上帝创造的心是甚物款的。19节到23节，咱读到伊将耶路撒冷描写做和平、公义、圣洁的城。咱知影，这是以赛亚一开始就一直讲的一个传统。咱也会记得第1章，以赛亚第1章26节，伫遐就讲，你要搁叫做公义的城，忠诚之都，用公义甲忠实描写耶路撒冷。
佮讲耶路撒冷要因为公平得到救赎，城内反悔的人要因为公义得到解救。伫遮耶路撒冷要真正达到伊应该有的迄个理想，这是诗人要伫遮描写即个新的城市的特质。咱简单甲分析有3个标记啊，3个标记。即个城市有3个标记，真有意思。咱足具体来甲想看下即3个标记。第一个标记讲即个城内底安那要有健康甲长岁数。一开始伫遐讲城内袂阁听到哀哭的声，袂阁听到哀哭的声，伊充满健康甲长岁数，因为社会安定有特殊，人拢会当活伫长岁数内底。咱知影，当一个城市充满暴力，滥用权力、剥削，外口有侵略，内底有无公平的对待，这个城市当然就无安全，人的性命受威胁。无安全。诗人讲过去哀哭，伊遐哀哭大声嚎叫，即拢要无，即要过去啊，袂阁有啊。诗人讲袂阁有简单活几仔日的婴仔，袂阁有简单活几仔日的婴仔，囡仔的存活率。这个存活率，咱知影是一个城市生命品质的一个指标啦。一个城市若足侪囡仔早就死去，安尼表示这个城市无生命的品质。不管是欠人照顾、营养不良、暴力，还是医疗系统无健全，拢在反映这个社群并无健全。当然，咱知影过去历史，人类的历史伫过去，健康甲医疗还袂遐进步的时阵，其实活命是无法度保障的。我会记得伫16世纪的时阵，迄阵的加尔文大概咧讲到性命，伊大概拢会讲一句话，伊讲恁做父母的吼。莫遐尼早疼恁的囡仔，莫遐早疼恁的囡仔。大概拢讲道定来讲即句话，咱读着咱会感觉讲是安那？家己要讲即句话，倒转去看迄个时代，咱才知影，10个囡仔只有3个活落来，7个拢会早就无到10岁就过身去，因为真侪遮传染病。无健康的环境等等，所以加尔文讲，等伊大汉才疼伊，安尼你才袂伤心啦。伊是好意讲，你若遐尼早就疼即个囡仔，结果无偌久过身去，你会足艰苦。这个反映讲时代的无共。今仔日即个新城市用即个讲，袂阁有干那活几仔日的婴仔。来讲起即个新的城市是用长岁数来做一种的标记。搁较有意思，咱搁读落去吼，讲食无够100岁的人会想讲伊是受咒诅；活无够100岁的人讲即个人是受咒诅。哇，这搁还是一个咱真好想象的一种的表达。即个早死也好，还是讲无法度有长岁数，拢咧反映生命面对威胁。而且咱知影，重点毋是咧讲，哇，咱怎啊医疗偌进步，要怎样会当延长人的生命？咱活咧今仔即个时代，咱拢知影医疗系统内底，为了叶克膜，会当。医治人的长岁数，即种生命较延长，看有法度搁较救。迄是咧讲医疗技术，
伫遮讲的毋是，伫遮讲的是社会资源敢有充足，敢有公平的分配，互逐个人拢活伫一种健康长岁数。哦，这敢若咱今仔这时代咧讲社会安全网，哦，社会安全网，这是咱今仔日政府定定咧讲的，要推动的政策。而且咧讲的就是讲，一个新的城市是用健康甲长岁数来看见伊的特质。搁落去20、10甲20、20是第二个标记，第二个指标。是人讲，即个新的城市，伊的经济系统真稳定，吼，真稳定。伊伫遐讲安那，你会起厝，家己住伫内面。后壁搁加一句，讲袂互别人占去住，吼，袂互别人占去住。你做的工，你通享受迄个成果，吼，即个经济系统真稳定，公共特殊真健全。你的工作所得到的袂无去，吼。咱会记伫62州时阵，其实已经有讲起一种，咱讲空空着磨的咒诅。有个人做工吼，结果做到尾空空着磨，敢若变做一种咒诅。吼，这空空着磨的咒诅呢？伫62州80、90伫遐，80甲90伫遐讲安那，外国人袂过啉你路口得到的酒，种作的人会当食伊家己所种。这是咧讲袂空空着磨啦，无迄种空空着磨的咒诅。吼，这伫先知的作品内底常常会讲着。你若上帝若无祝福你，你会空空着磨。啊，即种的袂去空空着磨，上水的表达，其实伫先知阿摩斯，我真爱先知阿摩斯即句经文，第5章11节，阿摩斯讲安那，哦，即个伫遐伊讲的是讲，你所拍过石头起的厝，住会着。好的葡萄园出产的酒，嘛拢啉会着。所以阿摩斯伫遐讲，毋免烦恼空空着磨。旧的咒诅要变做祝福。过去迄个旧的城市要有新的文化，外国人袂来甲你侵略，内底嘛袂有剥削。吼，咱知影一个无健全的社会，上惊是外来侵略。第二就是内底制度无健全，有剥削，等等遮个，所以真有意思的是，伫迄个中间，咧讲起过去着磨即种的咒诅已经无去啊，袂阁有任何的侵略还是剥削。伊先知以赛亚的传统内底，伊常常用孤儿甲寡妇做代表。讲你敢若看孤儿甲寡妇安怎受对待，你就知影即个城市是毋是下上帝之意。讲到即个健全的社会，佮讲到一句真水的话，真水的诗啦。伊遐讲树活偌久，我的子民嘛会活遐久。用树仔咧描写生命的品质，这真有意思。在旧约圣经内底，常常用树仔咧描写人的性命，伫迄个两河流域的所在，上大丛的树就是橡树、橡树。橡树会当活到800几岁，吼，800几岁。诗人伫遮想着，可能亲像橡树安尼，树仔活偌久，我的子民嘛会当活遐久。上帝要享受一个好徛起的社会，袂去互剥削，袂无采工，袂伫遐着磨无采工。伊若诗人若活伫咱台湾吼，伊可能会想着，咱知影咱台湾高山有遐神木，哇，3000几岁，活到3000几岁，这种想象，上帝祝福的一个社区，哪亲像这个大树，
哇，足久的吼。所以伫遐讲，我的选民要固定享受劳苦得到的成果。如果我讲起上水的一首先知的话，其实是咧米迦啦，吼，米迦第4章第4节，米迦咧描写一个互上帝祝福的城市生做啥物款？米迦安尼讲，逐个人拢坐伫家己的葡萄树骹，甲无花果树骹，无人会甲拍青惊。哇！你想想，你家己种一丛树仔，住伫你坐伫迄个树仔骹，伫遐休困，无人会甲拍青惊。讲这是上主亲嘴讲的，这是米迦描写迄个新社会。所以第2个真要紧的标记，无剥削，无白菜工，有一个稳定的经济系统。第3个标记23节，伊遐讲第三个标记，下一代会健康健全。这甲头前19节甲20节有小可关系。伫遐讲起无迄落早死的婴仔。但是伫遮讲搁较侪是讲下一代会真健康。伫遮经文内底第23节，你会读的时阵，你会感受到，诗人敢若想起古早创世纪内底迄个真古早的旧作。大家毋知记得无？创世纪第3章，当亚当甲夏娃犯罪了后，上帝宣判因一世人爱面对即种的艰苦。创世纪第3章16节安尼讲：我要大大加添你怀孕的痛苦，你要催阵痛苦才当生囝。这是对夏娃讲的，你要怀孕生囝足艰苦的。然后对亚当安怎讲？土地因为你受咒诅，你着一世人劳苦，才通对土地得到食物。所以会记迄个旧的咒诅是安怎？查某人要因为生囝生产痛苦，查某人爱安怎？爱劳碌着磨。但是今仔日咱读23节，伫遐讲的英文是啥？因的劳碌袂落空，因生的囝儿袂丢着财啦。所以真明显，迄个创世纪的迄个咒诅已经反转，今仔日有新的祝福来啊！更较要紧的，特别讲起我要祝福你的后代，即嘛互咱想起创世纪为1章到11章咧讲起。迄个古早的时代有真侪问题，有大水有这犯罪等等。为12章开始，亚伯拉罕上帝甲祝福，你着出去，我要赏赐你，万国要因为你得到福气。所以为迄个咒诅的时代进入第12章祝福的时代。今仔日经文23节嘛是安尼，我要祝福你的后代。因要进入祝福的时代，伫遮重点是咧讲下一代，下一代，囡仔要得到祝福。咱知影，伫一个社会内底，上脆弱的就是囡仔。咱拄仔已经讲啊，为囡仔身躯顶，就咱看到社会生活品质好啊歹。伫遮23节的经文讲，每一冬拢是属伫囡仔的年。敢若要将下一代的幸福，成做即个城市上要紧的指标啦。我想即点真要紧，咱看了结论的时阵，咱最后再过来，搁定心来思考即个问题。当进入最后2节，24节到25节，伫遮诗人讲起米赛亚的新的国度，就是米赛亚的新国度。24节、25节。有2个无共款的主题。24节的主题是上主要祝福。伫遐用足水的话讲，伫因妖的求救，我就应允；因妖咧讲话，我就已经应答。这个主题通讲是真要紧，上主要直接回应需要的人。咱会记咧
头前的经文咧讲起迄个经济体制真健康，哦，久长延续，哦，即个城市袂有北涉，啊，久长徛起，哦，这是经济顶头的祝福。但是到最后，比赛啊角度毋是干那经济那点，搁较进一步的是甲上主的结连。所以伫遮讲，因还袂求救，我就应允；因还咧讲话，我就应答。会当甲上主有神圣的结连，这是新的城市上悬的祝福。咱会记得即章一开始，上主就已经有应允啦。我伫遮，我伫遮。哦，咱顶礼拜咧读65章第1节2解，上主伫遐讲：我伫遮，我伫遮。但是无人咧甲我求救。但新的时代讲，因还未求救，我就应允啦。搁较强，上帝恩典的应允搁较强。加尔文读到即段，伊将伊甲新约圣经内底以弗所、希伯来书的经文做真水的连结。咱若去读以弗所第3章，还是希伯来书第4章，拢讲起，恁通坦然无惊吓来到上主的面前，免惊，好胆来到上主的面前。伫遮第一个应允就是讲，上主要甲人连结，免惊。每一个人拢通来坦然无惊来到上主面前。古约学者布鲁克曼嘛对即个第一个意象做出真水的描写。伊讲伫遮上主的形象足水的，敢若迄个老母永远拢付出迄个照顾迄种无咧烦恼，无咧至微细的代志，伊拢会甲你照顾较好势。即个老母的形象，一个敏感的老母，迄婴仔的需要还袂发出来，伊已经知影，伊已经做出回应，有先要做出回应。布鲁克曼讲，上主伫遮的形象就是安尼，咱还袂求救，伊已经甲咱回应，这是比赛啊角度搁较水的一个形象。最后25节嘛真有意思，咱读即节，咱会感觉足熟的。这敢若古早捌读过啊。确实，以赛亚11章60到90节有足成的表达。哦，咱若转去读以赛亚11章，咱会记得豺狼甲绵羊做伙大，狮马亲像牛食草。伊还佫讲安怎？食年的婴仔。要伫毒蛇的空口佚佗，哦，迄是豺章，哦，豺章。伫遮呢，敢若亲像甲豺章摕来继续讲，但是佫做出一寡改变。上帝要开创即个新的时代，和平的一个国度。但是遮真有意思，即个国度有共款的两个表达。最后一节讲安怎？伫圣山的所在。一定无伤害、无破坏，哦，共款豺章嘛，共款的表达，这是一个新的角度，以赛亚的角度的描写。但是咱咧读这段的时阵，有注意到一项真趣味，讲到蛇，蛇伫遮，敢若甲豺章小可无共款，哦，这咱有因为学者有真无共款的解说啦，所以我伫遮只有点出来，互咱思考就好，哦，因为伫豺章。蛇那亲像嘛改变啦，哦，咱若去读豺章吼，豺章拄仔咱读的，讲去长恁的耳仔，长恁的鞋仔要伸手入去毒蛇的血，所以甲咱拄仔讲的迄个无伤害，就连做伙啊。但今仔日的经文无安尼写哦，今日经文讲安怎？蛇的食面，犹阁是土粉。即句话表示讲，逐项拢改变啦。蛇敢若还佫无变。咱会记得你若去倒转去读创世纪第3章吼，蛇去用咒诅的时阵安怎讲？讲你做这毋对的代志吼，你要受咒诅，你要用腹肚行路，一世人食土粉。哦，这是创世纪第3章。所以食土粉是上帝对蛇的咒诅。结果遮讲安怎？
蛇佫继续食土粉。哦，所以表示讲，世界拢咧变，不过，歹的物件还佫有伫咧哦，蛇佫伫咧哦，哦，咱还袂进入到最后的终末的世界，还佫咧面对世间的种种的挑战。哦，这是今仔日经文最后250节一个真有意思的图像。各位兄弟，今日经文有2个要紧的主题，咱最后甲大家做一点仔分析。头一个是这个新天新地的异象，这是今仔这个经文上水的主题，新天新地。哦，而且诗人用足水的文学的想象，做出宣告。伊所讲的这个，毋是一般咱现实的想象会当想象的。诗人知影，亚伟的迄个心是真正心啊，比咱的想象讲啊，可能会安怎，可能会安怎，拢搁较超越的心。哦，这个心，毋若伫新的天地会起造起来，伊特别要通过耶路撒冷这个城市，表达出伊的心。哦，所以大概讲到新天新地，咱嘛会读到新的耶路撒冷要出现。咱拄仔读启应文、启示录，咱会读到对无？新的天、新的地，然后新的耶路撒冷对天降临。这就是诗人通过耶路撒冷要甲咱描写上帝新的创造的意义是甚物？这咱甲放伫以色列人受了倒转来以后的迄个处境，才会当了解。因为因逐工咧起造新的城市，着无爱中间，艰苦心的中间，因需要一个异象，互因无阁受着现实限制。所以这个诗人今日提出来，这个新的城市的想象，其实是真有意思。伊为着咱后来历世历代，在想象新的一个世界，提供足水的一种的想象。咱今日读到3个标记，拢真有意思。健康、长岁寿；第二，经济系统足稳定的，无剥削、无侵略；第三，下一代足健康、足健全。这个表达我感觉真有意思，因为伊上面那真有是新的，但另外上面抑阁是旧的。因为伊用旧的描写咧描写新的世界，所以咱才袂讲想拢无啦。咱伫遐看，这新的城市内底人安那，嘛是搁咧起厝，嘛搁咧种葡萄园，嘛是有家庭，嘛是咧工作。但是呢，虽然生活情况是共款的，伊的品质已经完全改变，彻底改变。今日经文内底讲，无阁有死亡，无阁有剥削，无阁有恐怖，嘛无阁有暴力。有影遮布鲁克曼甲咱讲，即个新天新地异象足水的，会当提供互遐个面对现实的处境的人一个新的想象。遐个讲话已经拢落入一种命运的思考的人讲啊，这个世界就是安尼袂改变啦。今日这个新天新地的想象，拄拄要甲拍，要甲扇嘴皮，要甲咱讲甲伊打脸安尼吼。我毋是啦，上帝世界毋是安尼。所以想象是一种抵抗的行动，这布鲁克曼学者常常讲的。想象会当想象的时阵，你才有会当抵抗迄个毋对的世界。你袂阁互迄个宿命论甲咱绑咧，讲啊，这个世界就是安尼袂改变。咱拄仔所读的启应文、启示录21章第5节，坐伫宝座的迄位安怎讲？看啊，我要更新一切。这就是新世界，互咱真水的一个图像。
各位兄弟，咱会当安怎想象新天新地？吼，有时咱就爱用咱的现在活的处境去想象啊。吼，进前的教宗方济各吼 ，Pope Francis， 伊疫情的中间写一本真水的册，讲让我们勇敢梦想，咱就勇敢做梦。吼，这是前教宗写的。伊讲。疫情中间过艰苦的日子，互咱开始想象将来咱要活伫什么款世界。教宗有提出伊的看法，伊讲所有的人民拢爱有三个 L， 一定要拢互逐个人拢有三个 L。L 就是头一个 L 就是土地 land， 第二个 L 就是徛起的所在 lodging， 第三个就是爱有工作 labor。所有人一定要拢有这三项，才叫做性命的价值。有土地，有徛起的所在，有工作。后来教宗伫册内底讲，若要搁加两项，就是爱加受教育的权利，甲医疗的保障。所以伊讲，这就是新天新地的想象啦。我咧读教宗这本册，心内有真大的感动。因为伊咧描写的毋是一种物质的条件，伊最后咧讲的是一种境界，迄种上帝去做新天新地迄个境界。伊册内底安尼讲，最后新的世界毋是干那讲咱看到迄宋乡人吼，食好饱，迄个无衫通穿的人甲有衫通穿。无厝通住的人，互伊有厝通住；是讲破病的人去甲看，安尼若着，毋是安尼。伊讲更较要紧的，是爱互遮的人感觉讲，因嘛住伫厝内底。教宗讲 ，Let them feel at home， 爱互因感觉安怎，敢若住伫家己的厝内底。所以伊讲最后毋是讲共饲饱尔，你着爱招人。来到恁兜做伙食饭，诚做团契，安尼才是上帝国临教的上定。这是教宗伊提出来一个对新天新地的想象。这个准备今仔的讲道到这，我随想到一个真要紧的问题。咱伫台湾社会。咱若有机会要甲台湾社会、台湾人讲新天新地生做啥款，咱毋知要安怎讲，毋知要讲啥物啊？可能有个人讲新天新地安怎？逐个人拢趁大钱，人可能想这，股票迄个起拢袂落来，可能在想这嘛可能啦，因为这是物质生活，但是。新天新地应该毋是安尼尔。今仔日经文甲咱讲，新天新地牵涉到生命的品质，是毋是？逐个人拢会当过有尊严、有价值的生活。咱较要唱迄个王静文牧师写的歌，基督的担，咱着担。咧讲起一个新的世界啊，所种的物件生炭，生命皆有价值、有尊严。族群和谐，彼此尊重。这是咱会当对台湾社会提出的一个新的环境。搁较进一步就是，咱嘛可能会当为着台湾社会提出一个搁较深的理想，就讲每一个人是毋是拢会当甲上帝有神圣的结连？拄仔咱读的经文伫遐讲，因还袂甲我求。我着应答，上主是一个愿意应答所有人的上主。咱是毋是嘛会当对台湾社会的人讲，将来的新天新地是一个有生命的意义的世界？你毋是干那活了物质丰富那了？生命是有意义的，因为你甲上帝结连。我提出这几项互大家思考，咱逐个人会当家己来想想。若有机会，互你对台湾社会讲，上帝新天新地，新地要生做啥款？毋知大家会安怎想象？这是一个真好的
思考的题目。最后一点，今日的经文我感觉嘛真有意思。伫第3个标题讲为着下一代思考。也特别有一句真水的话，讲树活偌久，我的子民嘛要活偌久。你讲起下一代，咱知影生态思想就是咧讲下一代嘛。咱关心生态，主要也是为着下一代。讲到下一代，我家己印象上深的，就是我捌拄过南非真出名的神学家，迄个 Russell波特曼，这是真有想象力的一个神学家。伊捌做一个乌人，做一个乌人，后来变做是南非白甲足白大学的校长啦，新的唯一的一个乌人的校长，真特别。这位神学家，乌人去做白人学校的校长。伊为少年的时阵，伊定咧想啥物叫做愿望，所以伊为保罗伫哥林多前书第7章找到一个灵感。保罗伫哥林多前书第7章安尼讲：时间得要到哦，对打以后，有某的就若亲像无某，爱哭的若亲像无咧哭，欢喜的若亲像无咧欢喜，买米的若亲像无得到半项。这是保罗会讲：将来世界你要来啊，你就爱想想讲，若亲像无啊，若亲像无。保特曼，咱读到这段，咱拢会感觉讲，这敢若真负面的表达，但是毋是。保特曼讲毋是啊，这毋是负面的。保罗是咧讲，你毋通用你有限的思考来思考上帝的将来。你着爱亲像讲，就算无，上帝嘛还阁要替咱准备，安尼来思考将来。这真有意思。伊讲，若亲像无，这就是一种自由嘛。你毋免有这，你嘛会当生活。上帝互咱一个新的时代的想象，真有意思。伊后来写博士论文，主要咧讨论即个要怎样为着下一代来负责任啦。伊的博士论文献互一群人，我感觉读到即句话，我足有感想的啦。迄个时阵，伊写博士论文的时阵。南非还活伫种族隔离制度下面，搁咧种族对立的时代，伊写伊的博士论文。伊讲我要将我的论文献予只有听讲种族隔离的南非的囡仔。即句话什么意思？伊讲望有一天啊，南非会是有新的世界。迄个时阵的囡仔敢若听讲古早捌有种族隔离制度，伊活伫种族隔离世代的时代，伊咧想象一个已经无种族隔离的新的可能。这个思考对我有真大的启发我感觉对咱嘛真好的提醒。上帝要互咱新的思考，为着下一代。今仔日咱少年这代，会甲咱讲恁古早活伫白色恐怖。因毋捌住活过，但是因头一摆听到白色恐怖，咱今日要开始想象啥？咱可能要想象讲，有一天咱的下一代会甲咱讲听讲古早中国咧甲恁威胁，军事甲恁威胁，飞行机逐工来飞。意思是讲，有一天台湾要讲这无威胁自由，这是新的想象。伫以赛亚这个作者足水的想象中间咧讲起，上帝新天新地是带有愿望的开展。望咱大家通过这种的信仰的启发来活逐工，每一天的生活，也带愿望来向将来来继续行信仰的道路。咱做伙后头来祈祷。阮念天堂的上帝，阮感谢你。通过以赛亚先知的话，提醒阮上主你应允的新天新地愿望，是爱阮用想象来超越现实，来成做
新的气力来创造新的社会。也恳求你帮助阮会当为着下一代来思考，毋望阮所创造的世界、参与的世界，是为着下一代带有愿望的一个社会。这也是信仰所带来，信仰的勇气甲气力所带予阮的启发。恳求主引带阮头前的路站，也陪伴阮台湾行往上帝新的世界。感谢祈祷，各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咱做伙来念圣诗524首，主基督，你的担，阮着担，咱起立念全首。谢，这是公道时间，咱为下面3项事来祈祷。好一下，为总会事工纪念主日甲教会祈祷的事工。第2项，为小社青
学青团契新生的邀请的工作。第三项为设教130周年教会史甲专刊的编辑。公道线，请事县长刘立雄执事来做结束祈祷。亲爱的阿伯伯上帝，真欢喜今仔日你讲传阮第一教会来聚会，互大位兄姐拢会当来听你的教示甲讲。主啊，阮坐喺遮求你，就希望你为阮总会事工、纪念主日甲阮教会机构的事工，拢会当顺利来完成，有圣灵的带领，互大家会当照你的旨意来实行。主啊，我嘛伫遮为着阮教会内小社青甲学生的团体，啊，阁有新生的邀请事工，拢会当顺利来进行，互搁较侪少年人会当来认捌你，认捌你的教示，互因搁较亲近你。主啊，我嘛伫遮来祈求，为着阮教会设教130周年的教会历史甲专刊的编辑。主啊，请你互圣灵来引带所有的参与者，互因会当来顺利来完成因的工作，互搁较侪人来认捌你的旨意伫阮的土地是安怎来进行实行。我安尼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是咱的奉献。来，起立，咱用奉献诗来做咱的祈祷。
这是我来报告，听县区周报通知事项。头一项，每年6月第3主日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所定总会事工奉献主日。今年总会主题是依顾宣教年，早期宣教师祝福台湾的，若是耶稣基督的拯救的福音，也透过医疗、教育、甲社会服务，成做台湾社会的祝福。第二项，今年是本会设教130周年，咱要举行教会巡礼，出版历史的专刊《日物志》，制作纪念品、历史展览。11月要举行特别礼拜，伫11月2日举行设教130周年的感恩礼拜，爱餐、新册发表会，全部费用有算是130万。对当到11月，请兄弟做伙来关心台岛，并且献上感恩的奉献。第三，规约圣经诗歌甲智慧文学的特色经文的形成，神学的主题甲作者的解说影响，是曾宗盛老师的新册发表会，是台湾新学院研究院的学术的副校长，甲具约的副教授。时间伫6月27日下昼时2点到4点半，伫咱教会主持路的教室，主持的是邱凯丽甲语坛人是咱郑元安牧师。第四，今年的暑期的儿童营对7月初6开始，到7月初10，今日下昼3点，要伫迄个美院的底下来建立场地甲预备，欢迎青年的合作。这个儿童营，迄个上课时间是早时8点到下晡时6点，15点就开始到放学。内容有自然、生态、艺术、欢乐、圣经的故事。伫迄个7月初8迄天有迄个野外礼拜吼，伫迄个是东会园的生态园。第五，欢迎参加每礼拜5暗时7点，救护台湾的祈祷会。这礼拜56月26，是做伙来为上帝国来代祷。张嘉韵牧师来做信息的分享。出境分享是汤鼎美老师，是台湾公民阵线的执委。主题是台湾议会设立的千万歌，见证100年前的台湾。TSCM 的书记研会，家园韧性啊，咱来是免怎来对刚开始报名，欢迎大学生甲社青来报名参加。时间是7月12到7月16，伫咱济南教会。具体消息，头一个，林博士长老伫5月31日，伫加拿大蒙主温调，女婿88当，伊捌参与 YMCA 国际年轻社甲教会服饰，愿主经过伊所做工，并且愿主安慰遗族。第二项。开常长老的爸爸廖正兴牧师，伫6月7日，蒙主温调，女婿82当，廖牧师16岁国志献身，20岁受派担任团
传道书，担任过家己的义主教，伫牧会做首任的牧师，开拓第8教会，担任平安的总经理，协助解决债务问题甲制度化。退休以后，还继续伫台东资本教会，并且为着弱势教会来义务服侍，愿主坚固伊所做工，并且愿主安慰遗族。各位礼拜伫今仔日下昼1点半，伫咱教会大礼拜堂。第3，少年团契会长李明的谢囝石巧伟，甲陈家伟举行结婚礼拜，来恭喜欢迎兄弟来参加。迄个时间是伫7月初4，下昼4、2点，伫咱教会大礼拜堂。开会消息，7月初5下昼1点要伫咱203的教室召开中职会甲小会，请中职以笔心来参加。有需要备餐，请甲办公室来联络。统计的消息、教界的消息，甲大多数方，拢请家己看。即时要请陈牧师来介绍新朋友甲亲安。各位兄弟平安。咱今仔日手头无迄个新人客名单，不过我有看来为台东转来，刘汉鼎医师又转来。为华联来迄个连以诺传道师咱遮有新的朋友王思珍，欢迎各陈祥仁，欢迎另外请咱兄弟也彼此请安咱撒开了任圣诗388首，献光归圣父上帝。他起立，来吟诗刷请陈牧师来祝祷。愿上帝平安，还给一切人所想的到的，伫咱的主要所基督内面，保守恁的心思意念、生活、工作、甲服侍，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阿门。真侪要倒闭会，咱煞只天龙中庭地饼会来交陪，需要带到请老婆牧师长老同工来为恁祈祷。